啱床墊等於揀啱好嘅睡眠，家之良品呢幾款神仙床墊，讓你再都唔會為揀唔到合適嘅床墊而輾轉反側。記憶棉床墊如雲朵般柔軟，材質係萬回彈記憶棉，正面係針織面料，內襯親膚透氣布料，外邊一層仲可以拆落嚟清洗添，睡感軟糯 Q 彈，治愈每一個夜晚。夜中床墊底部自帶 3D 透氣網加持，瞓再耐都唔會焗熱，清爽感拉滿，仲可以輕鬆對接收納，小戶人必入。有3款可以揀，偏硬款係天然椰棕加針織面料，適中款係天然椰棕加海綿，軟款係天然椰棕加乳膠，厚度15cm， 亦都可以加彈簧，可以根據想要嘅硬度選擇，硬而不僵，支持力 max。仲有呢款彈簧床墊係正反可用嘅雙面全能王，椰棕加海綿加乳膠加彈簧，4重材質疊 buff， 支撐力直接開掛，莫代爾面料絲滑親膚，雙面雙睡感隨心切換。上層嘅海綿可以拆卸清洗，懶人福音實除，穩穩承托全身重量，一覺瞓天光。中意呢幾款床墊嘅就快啲落單啦！